港澳嘅街坊朋友，如果你哋想退休度假嚟到珠海養老，又唔想嘥好多錢，咁呢個樓盤咯就真係值得你過嚟睇一睇啦。佢喺坦洲咧唔算最高嘅價錢，又唔係最低嘅價錢，但係呢個樓盤絕對係你珠海最近嘅一個樓盤，佢可以享受珠海主城區嘅所有嘅配套，但係咧價錢只需要珠海嘅1/3，12萬嘅單價就可以攞低呢個94平方嘅3房2廳2衛，而且咧贈送面積高達12個平方，使用率去到100%。宏廳嘅設計，你自己感受下呢個客廳啊，你嘅所有嘅親朋戚友嚟到你屋企咧都可以搞個 party 冇問題嘅。參觀下3間房間設施，而且咧樓下仲有到香港荃灣太子尖沙咀嘅直通巴士啊，翻到港珠澳大橋人工島都僅需要15分鐘嘅時間，最主要係去到三武會員店同埋珠海嘅南平華發商都僅需要5分鐘啊，都係非常之近嘅，可以享受呢啲主城區嘅所有配套嘅情況下咧，而且呢個小區非常之成熟，6期嘅開發而家已經非常成熟，樓下咧有所有嘅商業街，仲有羽毛球場啊、網球場啊、泳池啊，以及東南亞嘅園林景觀，非常之舒服，配套都非常成熟，而且交通非常方便啊！咁感興趣嘅朋友咧，可以喺評論區打個要字，我係小雅 ，follow me，帶你揾翻你心目中嘅 dream house。